哇！呢位阿叔做乜咁百厭啊？一把年紀仲好似隻馬騮咁爬嚟爬去，因住撲街啊！大家有冇試過喺公園樓下挑戰呢一種爬架呢？我夠膽講，超過90%嘅成年人都爬唔到，除咗我，因為我用咗呢個 Head 嘅旋風大力球。你咪以為呢啲爬架連細路仔都玩到啦？有咩咁難啊？難就難在一個成年人嘅體重起碼有細路仔嘅2、3倍，冇翻咁上下嘅臂力同埋超強嘅手握力，根本連2下都爬唔到。而呢個奧地利 Head 品牌嘅旋風大力球就幫到我哋啦！你只需要推幾下去啟動佢嘅回彈裝置，再通過手腕轉動所產生嘅離心力，令到大力球嘅核心高速轉動。咁我哋就需要用更大嘅力去抗衡佢所帶嚟嘅阻力，從而強化你嘅手握力、手腕力同埋臂力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你轉得越快，佢嘅阻力就越大。當佢嘅速度達到每分鐘2萬轉嘅時候，甚至可以產生60 kg 嘅阻力。大家都知道 Head 呢個品牌最出名嘅就係網球拍，而無論打網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，定係揸刀、揸鑊鏟、揸超跑都好，最重要嘅就係腕力同埋臂力。而家一個連1嚿水都唔使嘅大力球就可以幫你操到晒。出完呢條片肯定好快又賣晒，咁你仲唔即刻撲到嚟我哋銅鑼灣、元朗或者沙田嘅分店，或者上我哋嘅網站搶購？點啊，丁生？有冇時間啊？有啲嘢想同你傾啊，到地方見啦。